今次做嘅潤腸流心蛋蒸飯好啱中意食半熟蛋嘅人，而且做法都唔難，一碗到底就可以煮好。咁我哋就開始整，準備一個蒸碗，不入2瓶湯殼嘅米，大約等於平時0.6杯米。洗米之後，亦都沖洗下個湯殼，再加返2瓶湯殼嘅水，米要浸喺水裡面嘅。而且中間可以用湯殼輕壓一下，喺煲裏面放入蒸架，同倒可以蒸30分鐘左右嘅水，再放入蒸碗，冚蓋大火煮滾之後，先蒸13分鐘。潤腸要用滾水燙洗下表面，剪或者切成片備用。13分鐘之後，將潤腸加喺飯面，中間留少少位俾陣間加嘅蛋，冚返個煲蓋，再蒸13分鐘。剩返2分30秒嘅時候，加入可生食嘅雞蛋。其實幾時加雞蛋可以按中意嘅熟度去調節，想生啲，剩返2分鐘先加；反之想熟啲，咁就3分3分半嘅時候加咗先。最後撒啲蔥花，淋上適量嘅減鹽生抽，就完成啦。我最中意嘅熟度係蛋白變咗色，但係蛋黃仲係流心嘅程度。流心蛋配上超香嘅潤腸，真係非常好食。淨係放入煲裏面蒸就搞掂，大家都不妨試下喎。